我哋自細就知道食糖會蛀牙，但好似冇乜人話俾我哋知，食麵包其實對牙齒嘅傷害一樣咁嚴重，甚至乎更加大鑊。麵包本質上就係澱粉，只要你放喺嘴裏面開始咀嚼，你口水裏面嘅澱粉酶 amylase 就會立刻開工，用最快嘅速度將呢啲澱粉拆解成簡單嘅糖，就等於將你啲牙齒直接浸喺啲糖水裏面。如果你唔信，可以將一塊細嘅麵包放喺嘴裏面咬幾下，好快你就會發覺嘴裏面開始感覺甜嘅味道。呢個就係澱粉當場變成糖嘅證據。呢個時候，你口腔入面嘅細菌就會瘋狂咁開大餐，發酵口腔裏面嘅糖分，喺過程裏面產生大量乳酸。而我哋嘅牙齒表面嘅珐琅質就最怕酸性嘅，呢啲乳酸就會腐蝕同埋破壞呢層珐琅質，種下日後蛀牙嘅成因。根據對小麥有深入研究嘅 Dr. William Davis， 我哋今日大量用嚟做麵包、糕點、意粉嘅現代小麥麵粉，係經過現代培育同埋改良嘅品種，目的係令到產量可以翻幾倍，而且令到方便機械化嘅收集。但係呢種改良同時改變咗小麥嘅內部結構。現代小麥含有大量嘅 amylopectin A 澱粉，呢種澱粉喺口腔裡面變糖嘅速度極之快，再加上小麥特有嘅麩質 gluten 具有黏性，會好似膠水一樣，將呢啲喺口入面啱啱轉化出嚟嘅糖死死地咁黐喺你嘅牙齒表面上面。呢點就係點解現代麵包比糖果可能更加傷害牙嘅原因。咁你話我改食啲唔含麩質嘅澱粉咪得咯？好似燕麥、白飯、粟米、薯仔咁。但係好遺憾，呢啲食物其實都唔會好得去邊，因為我哋食呢啲澱粉嘅時候係會煮熟嘅，熟嘅澱粉喺口裡面咬咬下就會形成非常之有黏性嘅糊狀。佢哋雖然冇麩質，但係呢種黏糊嘅殘渣一樣會死死地棘喺你啲牙縫同埋牙齒間嘅凹槽裡面，源源不絕咁提供燃料俾細菌。你可能話：咁我食完之後即刻去啷口或者去刷牙，咁咪得咯？答案係唔得嘅，因為其實喺你開始食嘢嗰幾分鐘之內，你口腔裡面嗰啲細菌已經喺度排緊乳酸，已經喺度破壞緊你嘅珐琅質。而且無論你點樣啷口、點樣刷牙，嗰啲好微細嘅食物殘渣總會留喺啲牙罅入邊。更弊嘅就係，當呢啲細菌啱啱先排出大量嘅乳酸，你牙齒嘅珐琅質已經變得軟晒嘅時候，如果你立刻刷牙嘅話，非但唔會刷甩嗰啲糖分，反而會直接磨走已經軟晒嘅珐琅質，結果只會幫倒忙。依家我哋嚟睇下人類牙齒歷史嘅知識。考古學家喺檢查舊石器時代以狩獵同埋採集為生嘅人類嘅骸骨同埋牙齒嘅時候，發現佢哋嘅蛀牙率接近零。但係奇怪嘅係，喺去到大概12000年前，某啲地區嘅人類開始進入農耕社會，就將小麥同埋稻米作為主食嘅時候，佢哋嘅蛀牙比例就進入爆發性嘅上升。到咗1930年代，加拿大牙醫 Dr. Weston Price 發覺每日有好多小朋友去佢診所剝牙，為咗揾出點解咁多小朋友蛀牙，佢展開一個環球考察，深入世界各地，走訪嗰啲當時仲仍然過住原始生活、完全冇接觸過現代飲食嘅部落，包括愛斯基摩人、非洲、南美洲嘅土著，甚至係澳洲嘅原住民。Dr. Price 發現呢啲原住民完全唔刷牙，甚至牙刷係乜嘢都唔知道。但係只要佢哋維持傳統嘅飲食，即係話淨係食肉類、魚類、野生植物同埋天然嘅脂肪，佢哋嘅蛀牙率係低過1%。佢哋嘅牙齒唔單止堅固，而且佢哋嘅牙床好寬闊，令到牙齒生長得整整齊齊，唔會東歪西倒。然而，當同樣嘅部落嘅一部分人接觸到現代嘅飲食習慣，開始食現代嘅白麵包、精製嘅砂糖、加工嘅澱粉之後，
佢哋嘅牙齒健康就徹底改變，蛀牙率大幅上升，細佬哥同埋年輕人嘅牙床都開始縮細，牙齒開始長得參差不齊。更加諷刺嘅係，雖然呢一部分人同時學識現代人嘅刷牙習慣，但係佢哋嘅蛀牙率仍然由之前嘅1-2%大幅上升到幾十個 percent。Dr. Price 將考察嘅發現一一列出喺佢嘅巨著入面，以見證現代精製嘅澱粉點樣摧毀我哋口腔健康。而當我哋將 Dr. Price 嘅年代 fast forward 100年到今日，我哋今日嘅小麥，因為上面講過嘅因應增加產量同埋收割容易嘅品種優化，令到今日嘅小麥對口腔嘅威脅，其實比 Dr. Price 嘅年代係更加嚴重。Dr. Price 當年仲發現一個驚人嘅現象，就係當呢啲原始部落換上現代嘅飲食之後，唔單止牙齒壞咗，連嗰啲原本喺部落裡面極其罕見嘅慢性病都忽然間開始飆升。佢返到診所同實驗室後，就透過一系列嘅動物實驗，證實咗口腔問題同全身嘅慢性病之間存在着直接嘅關係。然而呢個超前嘅發現並冇引起主流醫學界嘅興趣。接近100年後嘅今日，科學終於追上佢嘅發現。科學家近年喺失智症嘅患者嘅大腦裏面，喺大腸癌嘅腫瘤裏面，甚至喺乳腺癌嘅腫瘤組織入邊，陸續發現原本只係以為留喺個口腔裏面嘅細菌。雖然從科學嘅嚴謹角度嚟睇，呢啲細菌究竟係咪導致失智症同各種癌症嘅原因，目前仍然未有定案。但係口腔健康同全身系統性疾病密不可分嘅關係，喺今日已經係醫學界嘅共識。只可惜喺臨床實踐上，到今日牙醫同現代醫學依然係分家嘅。呢一點亦都解釋咗點解到今日大多數人依然唔知道口腔健康係有關全身健康，往往對口腔健康採取拖得就拖嘅態度，而唔知道身體健康正在承受緊風險。講到口腔健康，我哋一定要先打破一個根深蒂固嘅迷思，蛀牙根本唔係啲細菌喺你啲牙裏面鑽一個窿。事實係牙齒最大嘅敵人其實係酸性嘅環境，因為酸性會令到啲牙齒脫礦化 demineralize， 令牙齒流失鈣同埋磷。每當我哋食精製嘅澱粉質同埋糖，口腔入面嘅細菌就會開大餐，排出酸性嘅物質，牙齒脫礦化嘅程序就會即刻開始，令牙齒變得越嚟越脆弱。不過好彩，我哋身體有個天然嘅防禦系統，就係我哋嘅口水。當你停止食嘢一段時間，口水就會開始中和口腔入邊嘅酸性，將 pH 值拉返去安全嘅水平。而健康嘅口水入面係充滿咗鈣同埋磷，佢哋會好似水泥工一樣，將呢啲礦物質重新補返上去啲牙齒受損嘅地方，幫牙齒再鈣化 remineralize。我哋嘅牙齒就係喺呢一個不斷脫鈣化同埋再鈣化嘅輪迴入邊揾平衡。只要再鈣化嘅時間多過脫鈣化，你可以一世都唔會蛀牙。呢度亦都帶出我哋今日呢條片嘅核心問題。所以我哋日常食嘅精製澱粉，無論係麵包、米粉、麵飯，甚至乎係用生粉粟粉開嘅芡汁，全部都會喺幾秒之內令到口腔變酸，開啟呢個脫礦化嘅噩夢。如果加上你中意一日到黑都唔停咁樣 snacking， 飲下嘢食下零食，咁你就等於將你啲牙齒全天候咁擺喺啲酸水入面浸，你嘅口水根本就冇足夠嘅時間去幫你中和每一次飲食帶嚟嘅破壞。到時就算你幾咁認真去刷牙用牙線，都無補於事。既然我哋知道酸性係口腔嘅大敵人，咁除咗減少精製澱粉之外，以下幾個生活習慣就要注意啦。第一，我哋食完嘢之後可以用清水啷口，尤其是係食完嗰啲會黐住我哋啲牙嘅澱粉質，就要大力咁啷，第一時間將啲食物殘渣震走，減少細菌可以開大餐嘅燃料。第二，我哋應該要減低飲食次數，
要戒咗不斷 snacking 嘅習慣，俾口腔足夠嘅時間等口水去完成再礦化。第三，夜晚瞓覺嘅時候唔好用口呼吸，因為當你將個口打開嚟呼吸嘅時候，你珍貴嘅口水就會蒸發晒，冇咗口水，你啲牙就等於成晚處喺一種無防備嘅狀態，任由啲細菌搞破壞。若然你覺得改呢個用口呼吸嘅習慣好難，可以喺瞓覺嘅時候試下用口貼幫忙糾正呢種習慣。如果你今日正在因為口腔嘅問題困擾緊，覺得好無助、好被動，我強烈建議你用3個月或者半年嘅時間，認真咁試下 Dr. Ellie Phillips 嘅 Complete Mouth Care System 全面口腔護理系統。Dr. Ellie Phillips 係執業超過40年嘅牙醫，佢實在太清楚而家嘅主流牙醫體制根本解決唔到問題，所以佢寫咗一本書，教人點樣靠自己幫自己，仲要教你點樣去同你嘅牙醫 say bye bye。我會將佢呢個系統嘅細節同埋佢拍嘅示範 video 嘅連結貼喺下面嘅資訊欄。有好多人喺佢嘅 video 下面留言證實，佢套系統的確係可以成功幫佢哋打破不斷睇牙醫嘅無限輪迴。如果你都喺度同口腔健康搏鬥緊，呢個方法絕對值得你一試。感謝大家嘅時間。如果你覺得內容係有養分嘅話，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下一集見。